而家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咧係寶山道23號叫寶豐嘅單位啦。咁寶山道咧其實係位於中環半山，咁我哋又稱為叫做銀行街嘅。住喺呢度咧就係因為呢度近中環半山，咁中環落去咧只係需要10分鐘到已經落到中環嘅啦。咁所以咧呢個單位咧就好受市場歡迎。咁呢個咧就係6701尺，係一個頂樓嘅 penthouse 嘅單位，市場價值咧就係5個億嘅。根據中原地產統計，2026年上半年，香港一手私人住宅成交金額創下31年來的半年度歷史新高，二手房成交宗數及金額也達到2021年上半年以來峰值，其中高端住宅交易受到廣泛關注。近日，中新社記者走訪香港中半山等傳統豪宅區，了解市場實際成交情況。如果計個成交數字啦，咁就由今年咧1至6月咧，我哋做咗差唔多100宗啦。咁以比上年下半年咧70宗嚟講咧，就增長咗30%。如果你計上年同期咧，用2025年上半年同而家2026年上半年對比咧，係上升咗差唔多1倍嘅。而家去到咧2手加埋咧做咗134宗嘅過億成交。咁以往咧就係應該70-80宗到咧呢個半年嘅話，所以咧相對嚟講呢個增長係屬於係多嘅。我哋睇到咧就係應該係過億成交咧，超級豪宅嚟講咧都係應該國內買家咧佔咗40%度啦，接近40%入邊有10%咧係專才高才啦。咁另外咧就係傳統嘅 old money 啦，佔咗50%至60%啦。購買個速度咧係比以前快好多嘅。上半年香港高端住宅市場為何會有這樣的表現？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黃浩明認為，與多個因素的改善有關。咁我哋都睇翻咧，由上次嘅低位去到而家上升嘅原因咧，上次嘅低位係因為受到地緣政治啊、利息增加啊呢啲因素影響嘅。咁隨住呢啲因素都已經開始減慢，咁樓市亦都開始復甦翻啦。最明顯嘅就係我哋嘅IPO。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個豪宅係供應量甚少，咁所以呢一個亦都造成當個樓市復甦，有一啲高質嘅投資者入市嗰陣咧，令到呢啲好罕有嘅豪宅咧個升幅係會跑贏其他中小型或者一般嘅樓宇咯。睇翻豪宅嘅買家咧，似乎係非本地居民係佔嘅比例係極高嘅。香港作為一個資產嘅避風港咧，係非常的好嘅。隨住我哋 IPO 咁成功咧，咁亦都有唔少嘅投資者咧揾到錢之後咧，好多時就鍾意買物業。除了業內人士的觀察，有置業計劃的市民也有自己的感受。即係我都睇咗，都可能接近2-3年咁樣噶啦，其實。咁當其時即係可能個股票嗰陣時低少少，可能去到16,000-17,000點嗰陣時咧，嗰陣時都諗住入市嘅，不過就可能同屋企人傾過就話即係都驚嘅，嗰陣時個經濟啊咁樣，又驚自己可能會唔會可能會再低啲啊咁，但係就真係有少少可能錯過咗最低點，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我近排睇翻即係。可能個市況都比較定少少咧，個股票又定啲咧，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我睇到真係好合啱嘅，咁價錢又覺得 OK， 我都會入市嘅應該。撤咗辣之後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係真係有幫助嘅，相差呢度差唔多接近平咗1成咗到，我呢嚿錢我哋可以慳咗我哋即係屋企啲裝修咁樣咯，即係有幫助嘅，我覺得。展望下半年樓市走勢，黃浩明認為市場仍將保持活躍，但升幅將趨於平穩。大部分嘅專家啦，或者係地產界人士咧，預期今年全年樓市嘅升幅大約係10%度。如果你睇翻今年上半年嘅數字咧，其實都已經將呢10%咧達咗標㗎啦。咁所以如果用呢個去睇法咧，下半年平穩發展咧，其實幾符合大家年初嘅預期嘅。香港豪宅市場咧，固然係受惠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啦，但係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咧，亦都受惠於呢個一國兩制。咁大家對香港嘅法治、一國兩制對香港嘅重要性都好有信心。咁我相信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香港嘅樓市穩健發展咧係可以預期嘅。